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今日要介紹嘅係水晶界中閃耀金黃光芒，被譽為財富之石嘅黃水晶絲泉。黃水晶金光閃閃，充滿陽光氣息，能量就好似隨身聚寶盤，唔單止招財，更提升自信心同行動力，令你事業生活都充滿正能量。今日我就一次過幫大家拆解呢個財富發電機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首先，黃水晶係石英家族一員，黃色主要因晶體含微量鐵元素，天然黃水晶形成稀有，通常由紫水晶或煙水晶經地熱作用變色而成。市面上好多黃水晶其實係人工熱處理嘅紫水晶，呢種熱處理係優化過程，並非造假。但天然同熱處理嘅黃水晶喺價值同能量上仍有區別。點樣分辨天然黃水晶同熱處理黃水晶呢？天然黃水晶顏色通常較淺，呈淡黃、檸檬黃或棕黃色，顏色分佈不均勻，有色帶，晶體清透，少雜質，好少形成晶洞。熱處理黃水晶顏色較深，呈橙黃、金黃甚至橙紅色，顏色均勻飽和，有時帶紅色調。由於前身係紫水晶，可能保留晶簇形態或見虎皮紋路，甚至有白色底座，常見以晶洞形式出現。好多人問我點解有啲黃水晶幾百蚊，有啲要幾千甚至過萬蚊？呢度就要睇黃水晶嘅三大等級指標。第一，睇色澤，高品質黃水晶顏色應均勻、飽和、鮮亮，以金黃或橙黃色為佳，避免過淺或過深。天然黃水晶則追求獨特淡雅色澤同自然色帶。第二，睇淨度，晶體應盡量清透，少棉絮、冰裂、雜質、黑點，越清澈，光線穿透性越好，能量感越強。第三，睇晶體大小同完整度，晶體越大越完整，價值自然越高，天然大顆粒更珍貴。講到功效，黃水晶對應人體太陽神經叢，係招財代表性水晶。最出名功能係招偏財同增強自信，佢具強大聚財能量，特別適合商業、銷售、投資等行業。黃水晶被譽為財富之石，能吸引意外之財，助財富累積。佢亦助提升工作效率，激發創意，增強商業談判說服力，促進生意興隆。黃水晶陽性力量能驅散負面情緒，增強自信心同決斷力，令你面對挑戰更積極勇敢。對應太陽神經叢，有助改善消化系統功能，緩解腸胃不適，為身體注入活力、溫暖能量，亦能平復焦慮、緊張，保持樂觀開朗心態。佩戴方面，黃水晶建議戴左手，因其屬投射性能量，助吸收招財旺事業嘅正向頻率，吸引好運財富。若財運不順、事業停滯或缺乏自信，佩戴黃水晶可注入動力與機會。消磁方面，黃水晶中意陽光，除白水晶促消磁外，亦適合日光浴。適量陽光可激活內部火元素，保持能量巔峰，但切記不可長時間暴曬，以免褪色。日光浴15到30分鐘足夠。最安全方法係白水晶碎石消磁法或月光浴。總括嚟講，黃水晶充滿活力，能帶俾你財富同自信。佢就好似隨身小太陽，助你保持積極向上，吸引財富。選購時記得分辨天然同熱處理黃水晶，追求色澤飽和度同晶體淨度，避免廉價劣質貨。希望今日分享能助大家理性挑選黃水晶。多謝大家收睇。對黃水晶或其他招財系水晶有疑問，歡迎留言，記得訂閱頻道。我哋下集再見，拜拜。